上網查咗咧，仲有一個㗎，都係5條5角醒我先，角醒我先，5條5，角醒我先，5條5角醒我先，然之後就咁樣撳咗，然之後即刻狂撳呢個星星，然之後再打翻過去就係㗎啦，就可以用5條5嚟打側線。再示範多一次啊！唔係，你要快啲啊！你呢個狂撳，佢擊殺效果咧，我陣間表示，即係擊殺效果咁樣嘅。好，等我先型啲。再猜中呢個指打係猜走，我嘅咁樣再打多次，閃！OK， 狂撳打翻過去，最後一擊。佢嘅顏色會變咗㗎嚇。我想等我展開嚇。係啦，咁再演示一次啊！人呢？打翻過去，狂撳。係，咁就係咁啦。OK，拜拜。咁我又係嗰個人啦。咁我今次咧就教大家喺柔術惡作劇入面嘅3個小技巧。第一個點樣打出黑閃咧？就係咁樣。你先撳呢個啦，喺度唔係失誤，喺度咁樣嘅時候，即係如果佢就即係如果隻手擺喺第二隻手嘅時候，再撳多次，咁就可以出發。第二個小技，你練多啲就可以熟噶啦。第二個小技巧，點樣使用宿羅嘅世界斬咧？你要快速咁樣撳，1、3、1、2、R 呢個星星係 R 啊嚇，星星係 R。你練多但係你要快喎。如果你唔快咧，我演示多次。如果你唔快咧，你會變成咗咁樣嘅齋斬。咁佢傷害都唔係好高。如果你真係要直接打到嘅話，佢就係會計嘅。但係佢都係計呢個，因為我撳咗呢個唔使恢復噶。所以如果你係咁樣撳咗嘅話，你就我呢個卡咗。如果你都係咁樣，因為我教咗唔使恢復嘅時間啊嘛，啱啱。我而家教翻要恢復時間啦。咁如果你撳咗嘅話咧，如果你直接撳咗咧，你就佢都計嘅，佢係會。OK，咁到第3個最後一個小技巧，亦都係玩5條5嘅。我呢次都係教翻唔使嗰個
無限覺醒啦，同埋你首先要夠唔到覺醒先嘅。呢個係嗰個200% 嗰個紫色嗰個嘢。咁我先加咗啲人口先，大概就係咁，唔係。我當係咁樣啦，你可以咁樣嘅，先係。我再演示一片啦嚇。解釋完啦，拜拜。上網查咗咧，仲有一個㗎，都係5條5覺醒咗先，覺醒咗先，5條5，覺醒咗先，5條5覺醒咗先，然之後就咁樣撳咗，然之後即刻狂咁樣星星，然之後再打翻過去就係㗎啦，就可以用5條5嚟打7黑線。再示範多一次啊！唔係，你要快啲啊！你呢個礦金，佢擊殺效果咧，我陣間表示，即係擊殺效果咁樣嘅。好，等我先型啲。最差用呢個指打，係差走。我嘅咁樣，再打多次，閃！OK。礦金打翻過去，最後一擊。佢嘅顏色會變咗㗎嚇。我想等我點開嚇？係啦，咁再演示一次啊！人呢？打翻過去，礦金。哦係，咁就係咁啦。OK，拜拜。